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梁啊。今天来大山里面看小狗了啊，这种才是真正纯种的中华田园犬了。估计前面这条黑色那条金枪尾巴那条就是母狗了。现在先看一下小狗啊，其中有一条黑色的啊，其他都是白色、黄色的比较多啊。过来哦。过来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后面那些都不敢过来哦。过来，现在6条小狗都在这里了啊！现在老梁在逗一下这些小狗，看一下哪一条小狗会第一时间跑到我的面前。啊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条小黑，胆量是最大的了。